Hello， 各位 Now News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开放智库发起人钱振宇。那我想这个礼拜想跟大家谈一谈，我想大家还是很关心什么时候可以解封或是降级这件事情。那我想陈时中也宣布，大概7月26号有可能会把这个原本3级的部分讲到2.5。那不管中央是不是降级，我想大家可能也许最近在看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记者会的时候，可以发现，台北上柯文哲常常都有超前部署的情形。他常常就是讲了很多他要做什么。那其实很多时间很多政策或指引其实都是中央要统一规定的，像是他之前讲到了所谓的如果开学之后小朋友上学采用部分上线部分上学的方式，就是5个小朋友上学，20个小朋友再加上线。哇，这个话题一出，让很多这个家长哗然，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那前2天柯文哲又说他下年度要举债80亿元，那其中40亿是要拿来买所谓第3剂这个为疫苗的事情，就是等于是台北市政府要自己去自购疫苗，为了将来可能Delta 变种病毒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在这个方面，其实他不断的去触碰所谓的中央的底线，然后不断的强调一些他自己的市府的作为。那这个实际上可以反映到所谓的声量上。那这阵子网络媒体也做了一个所谓6都市长在疫情期间的声量调查。那柯文哲当然是6都首长里面排名第1，可是并没有带来正面的声量。那因为同时网络媒体有调查所谓的负面评价，就是负面声量，柯文哲是倒数第2，只赢过郑文灿。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你在疫情期间，你不断的去丢出一些话题，不断的去跟中央做一些抗衡，当然在声量上面你会取得一定的效果。那可是这个声量上并不能完全转化到所谓的支持度上面。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民众相信，也许你的话题很耸动，也许你的这个政策其实是很让大家耳目新，可你后续没办法执行，或是你只是昙花一现。那这个部分其实早在2014年那时候，柯文哲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跟柯文哲有一些这个对手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有研究过柯文哲的部分。那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个性或是作风上面，其实就是所谓的特立独行，然后常常会丢出一些让人惊艳的话语。那当然媒体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很容易做标题，很容易吸引点击率。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口出所谓不逊，就是常常会讲一些很自大的话，或是讲一些其实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语。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政治人物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不太被允许的。那很奇怪，其实柯文哲的容错率很高，就大家对于他讲错话或是他失言的方式却很多包容。包括他前一阵讲说，这个疫情很可能很多都是因为同志团体的关系。这个同志团体又引起很大的同志团体的抗议。那我想他讲这些话其实都是没有经过一些思考，然后或者说他的一些政策其实没有经过一些完整的配套，甚至是没有办法出台他就讲出来。那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样的方式之下，对他来讲久而久之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如果我当然想知道说，其实柯文哲他想要这个有意在将来竞逐这个大位，当然他现在要争取一点声量跟所谓的民意的基础。可是就他在疫情上面的表现，我认为他第一个，他其实没有办法取代中央角色，就是说未来包括疫苗的分配、疫苗的配给、疫苗的供输或是疫苗的允许，都还是要回到中央政府的这个手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所谓挑战中央政府职权，除非他自己能够把握自己能够买到疫苗，然后自己能够从事疫苗的施打。那第二点，其实他的信任度没有因为他的一些耸动言语去提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政策是他讲出来之后，到最后不了了之或是无疾而终，所以大家对于他的信任度不会因为他的声量高而同步提升他的声量度，重申他的这个支持度。所以我个人觉得柯文哲在疫情期间这段时间确实赢得了很多的声量跟注目的眼光，但是并没有办法获得同等的认同。所以我想他应该回到实际上就是防疫工作上，回到实际上真的扎实的工作，然后当然他的政策也应该回到他扎实的部分。